这间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厝，其实是三乡甲左镇地区的历史高人陈春木先生的旧厝。陈春木先生也被叫做画者阿公。伊上知名的事业，就是伫菜寮溪发现了台湾本土的画者，并持续收集，提供予学术单位来做研究。伫日本时代的台湾画者界有真重要的地位。这个画者也为现在的左镇画者园区拍下重要的基础。为了感谢伊的贡献，市长王伟特6号也特别出席，为伊的旧厝挂上历史高人的纪念牌。今天是这个对于我们化石研究非常这个能够让许多市民开台南市民先河的一个画的陈春木爷爷。其实台南讲我们在山区来找化石，这见证了沧海桑田，见证了这个在早些年的时候，在很多年以前，原来这里边是一片海洋，所以呢，我们觉得能够做开风气之先河，能够最早发现的陈春木先生，我想无人出其右。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陈春木先生的故居，来到我们山上的一个地方，这个淳朴的农村，来替这个陈春木先生的故居能够挂上这个名人故居的牌，也希望大家我们的子孙，我们的这个后代能够永远记得陈春木先生他对台南的贡献，以及对化石研究的贡献。记者会中，除了侪位的议员贵宾，陈春木先生的家属也亲自出席，并向市府表达因的感谢。在他的这个无形中的努力收集了很多的这一种化石很珍贵的化石我阿公的这个化石不是说都存在我们家，他都贡献给我们社会给我们的学士单位来研究，而且我们阿公也那个收集了很多这个平埔族文化的跟那个18年事件的一些记事所以他一生贡献在这个文化上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的存在所以很感谢这个主办单位那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给我们这个光荣，我们全家族都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各位。因为有陈春木先生伫化石领域持续的贡献，才会使成就现在的左镇化石园区。为了感谢伊的付出，左镇化石园区也特别规划一个陈春木先生的专区。喜爱化石的民众除了走访左镇化石园区以外，嘛莫袂记陈春木先生的贡献。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